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看《列王记下》最后一章22章的第1节到第40节。以色列甲叙利亚3年久无交战，到第3年，犹大王约沙法落去以色列王遐。以色列王对伊的人臣讲：基列的拉末是咱的，咱知无？咱若无要采取行动，对叙利亚王的手摕倒来。阿哈对约沙法讲：你要甲我做伙去攻打基列的拉末无？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讲：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。在第22章一开始，约沙法又出现了。上一次约沙法出现是在第15章的24节讲到亚萨死后，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。但在这里，约沙法有角色，但是关于约沙法的介绍呢，会到22章的41节，明天会继续介绍。那这里看到亚哈约沙法，那他们是同时期一北一南，那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，那这也造成后来南国亚他利亚在亚哈谢死后呢，来篡位成为南国的女王。好，那这一段的记载呢，我们会到列王记下的第8章，会再看到回来到这一段的历史当中但是他们提到说3年没有战争，那这3年没有战争呢，我们可以从前面的第20章当时亚兰人亚兰王便哈达他来予取予求。那亚哈呢，从非常的衰弱，到后来渐渐有了底气，甚至他还放走了这个亚兰王。那现在呢，在2次的战胜之后，3年亚兰以色列之间没有战争，但在历史上呢，还有一个记载，在主前853年，有一个叫夸夸战争那是亚述对抗12王的联军。而北国亚哈也派出2000的战车、1万的步兵，在这个12联军当中占了一半以上的军力，所以12王的联军能够成功的击退更北边的亚述。好，那亚兰王便哈达也在这个联军当中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们是有一个同仇敌忾的关系。但是我们看到亚哈的胆子呢，渐渐大起来了。好，之前便哈达予取予求，好，现在呢，他想到说基列拉末是我们的，好，那亚哈在撒玛利亚，约沙法王在耶路撒冷，好，他们2个结亲，好，互相拜访，然后亚哈对他的臣仆说，基列拉末是我们的，我们要把他从亚兰的手中夺回来好，所以3年是没有战争，但是现在显然亚哈呢要发动战争。那亚哈就来找他的亲家约沙法，好说约沙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审判了。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攻打基列拉末吗？约沙法说你我不分彼此，我们既然都结亲了，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。好，这一句话呢，在历代志下第19章有记载，但是呢，耶户呢就为了约沙法王的这一句话呢，好来责备约沙法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第5节，约沙法各对以色列王讲，请你心门上主的意思。以色列王就调集先知大约400人，问因讲，我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，还是唔通？因应讲，通去攻打，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。约沙法讲，这减无阁有上主的先知，互人探问。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，也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囝米该亚，咱通对伊请问上主。毋过我怨恨伊，因为伊对我讲的语言无一项好，只有讲灾祸。约沙法讲，请王毋通安尼讲。以色列王就调一个官员来讲，
你赶紧去叫因拉的囝米该亚来。以色列王甲犹大王约沙法伫撒玛利亚城门口的五谷场穿礼服，坐伫因的宝座，所有先知拢伫因的面前讲预言。基拿那的囝西底家做铁的甲讲，上主安尼讲，你要用这的铁甲搭叙利亚人，搭甲因拢消灭。所有先知拢安尼预言讲，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，一定得胜。上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。那所以亚哈呢，好，他觉得自己开始了不起，那就开始想要去从亚兰的手中夺回属于他们的基列的拉末。那约沙法呢，好，也跟着附和，好，不分彼此。但是约沙法提出一个要求，好，应该要先求问耶和华。好，那约沙法，好，他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王，那他知道要先求问神。好，可以上去攻打吗？好，那他们求问了400个先知哦，以色列就是亚哈，好，找了400个先知。这400个先知呢，好，可以说不是巴利的先知，也不是亚瑟拉的先知，好，可以说是上主的先知。所以上帝对以利亚说，他在北国还有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哦。这里一下就出现了400个，但这400个呢，都跟亚哈王呢站在同一阵线去，主要把那城激烈的拉末交在王的手里。但约沙法不晓得是个性谨慎，还是他心里面不平安，好，又多问一句，这里就是北国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可以求问呢？那亚哈王呢说有，还有一位叫做米该亚。米盖亚就是弥迦书的弥迦，同名同姓，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谁像神。但是呢，亚哈对他很感冒，因为他总是报忧不报喜。但是约沙法很想要听这位米盖亚谁像神传的讯息，所以呢就请人去把米盖亚把他请来。所以他们就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坐在2个王的宝座上，这个排场一定很盛大。然后有400个先知都在那边祷告，对王发预言，说亚哈王这次去攻打这个激烈的拉末一定会得胜，甚至还有一个代表就是基拿拿的儿子，基拿拿的意思就是经商者、生意人，他的儿子叫西底家，跟南国最后一个王同名同姓，西底家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。这个西底家先知呢，拿了一个铁的角，用这个铁铸的，代表一个坚定的力量，说呢，上帝要你用这样的角，去攻打亚兰人，把他们灭尽了。所以呢，亚哈呢就非常的得意。那约沙法呢，可以说是半信半疑。我们继续看13节，他去叫米该亚的书架，甲伊讲，你看，所有先知拢对王讲好话。请你嘛甲因讲相款讲好话，米该亚讲，我记因我的上主就抓，上主对我讲什么，我就对王讲什么。米该亚来到王的面前，王问伊讲，米该亚，阮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，还是毋通？伊应讲，好啊，做你去攻打，一定会胜利。上主会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。王对伊讲，我就叫你就抓几遍，你才会奉上主的名对我讲实在话。米该亚讲，我看见以色列众人亲像无牧者的羊四散伫山里。上主安尼讲，这个人无主人，逐个人通平安倒去因兜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，我竟无甲你讲，这个人对我讲的预言拢无好话，只有讲灾祸。米该亚继续讲，所以就听上主的话。我看见上主坐伫宝座，天地的万军徛伫伊的正边倒边。上主讲，什么人要引诱阿合，互伊去基列的拉末死伫遐？这个讲安尼，迄个讲安尼。后来有一个神出来，徛伫上主的面前讲，我去甲伊引诱。上主问伊讲，你要安怎甲伊引诱？伊应讲，我要出去做白贼的神，互遐个先知讲白贼。上主讲，
你甲伊引诱，一定会成功，你去照安尼做。好，那接下来13节，好，这一段呢是非常的奇特。好，米该亚谁向耶和华来了？好，甚至去传唤他来的也说，说好话吧，说好话吧。好，但米该亚的原则是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说。好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对亚哈开了个玩笑说去。好，但亚哈也知道他在开玩笑。好，说你到底要不要说真话？好，米盖亚一开口，好，不开口则已，好，一开口呢，好，真的是吓死了。他说呢，看见以色列众人散步四散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。那我们昨天看到拿伯的葡萄园，好，亚哈他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国的牧人，好，但是呢，他却像成为盗贼一样，好，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把十诫都从头犯到尾，好，但是米盖亚就把这样的意象讲出来，但是最后他们是平安的各自回家去，好，也就是这个牧人呢要下台了，好，要下班，要下课了，要毕业了。那米该亚呢？好，不仅这样，19节还说，好，他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，然后开始有个天上的对话。好，那神说，谁去引诱亚哈去死在战场？好，那就有一个灵，好，他成为谎言的灵，要去引诱亚哈，好，让他相信他出去打仗，然后呢，把他引诱到激烈的拉末去啊。那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亚哈好，他一方面又想听好话，一方面又想听真话。好，一个人能够又想听好话，又想听真话，好，这是非常的矛盾啊，因为忠言逆耳。但是亚哈的先知呢，好，不代表是神的先知。好，那亚哈有这么多400多个先知，都说吉言，但只有一个神的先知米该亚，好，他把天上发生的细节都讲出来。好，但是这里有个争议，就是那上帝真的会派一个谎言的灵来欺骗人吗？我相信上帝不会去试探人，好，也不会去欺骗人，而是因为好亚哈好他骄傲，那他经历了上帝，但是他自己认为好他是靠自己的力量，好连续胜了这些的战争，甚至3年亚兰人不敢来打他。好，那他还去参加了夸夸战争得胜，好，这下呢，他可以把他失去的要回来，好，这也成为他贪心好的一个网罗。我们继续看23节，现在上主有何白贼的神立伫你家的先知的嘴，上主宣布要降灾祸予你，囡仔仔的囝西底家行进前，扇米该亚的喙皮，讲上主的神，什么时离开我来对你讲话？米该亚讲。你去密伫木房迄日就会知。以色列王讲，将米该亚掠起来，交互市长阿文甲王的囝约阿斯，甲因讲，王交代将这个人关落监，互伊一撮饼甲水就好，听候我平安倒来。米该亚讲，你若真正平安倒来，就是上主无托我讲话，佮讲。恁大家就会记得我讲的话。那当米盖亚讲到有谎言的灵要来引诱亚哈，好，这400个先知呢，好的代表就是西底家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好像他被人家啊、当头棒喝，好，他恼羞成怒，直接上来就是给米盖亚一巴掌啊，说神的灵明明就借着我说话，好，什么时候换你说话？但米盖亚说呢，等到你进入严密的内室躲藏，那日就必看见。好，这个事情后来没有记载。好，不过呢，亚哈是必定要死哦。好，所以呢，米盖亚呢就被抓去关起来，甚至亚哈还下令，好，除非他平安回来，否则米盖亚要关在监狱，好，受苦就是吃不饱喝不足，好，直到亚哈回来。不过亚哈没有回来，好，那可怜的米该亚，好，就是这个弥迦，谁能像耶和华？好，可能下半生或是都在做这个苦劳当中啊。但是呢，米盖亚有一个语重心长的说：好，众百姓啊，你们都要听啊。我们继续来看29节，以色列王阿哈甲犹大王约沙法去进攻基列的拉末。
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：我要改装上战场，你通穿你的王服。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。叙利亚王有吩咐伊的32个战车长讲：毋通甲因的士兵也是官长交战，只有甲以色列王交战。战车长看到约沙法就讲：这个一定是以色列王。因就活起要攻击伊。约沙法就喊救命。战车长是看到伊毋是以色列王，就活走，无过对伊。有一个叙利亚的兵仔开弓，无拍算射入以色列王战甲的甲抓。王甲赛车的讲：我着重伤，紧洗翻头，带我离开战场。迄日交战非常猛烈，有人呼王，互伊徛伫车顶，明暗叙利亚人，到黄昏，王就死，肺对着伤的空喙流到车底。那果然，亚哈被骗出去了，从撒玛利亚骗到了基列的拉末。好，那亚哈呢？他知道这一次的凶多吉少，好，他还很小心的改装上阵，好，不要穿王的衣服。他还叫他的亲家，约沙法王，继续穿王的衣服啊。果然，约沙法就马上被盯上。但是约沙法呼喊大叫的时候呢，好，这个亚兰的军兵呢，好，就认出他不是亚哈王，好，所以他们又继续的去寻找亚哈王，好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亚兰王好是要抓活口啊。好，他之前可能跟这个亚哈王呢，好是彼此有恩恩怨怨啊，他是要留活口，但亚哈呢，好却没有被留活口，好是因为有一个士兵，好，然后呢随便射箭，好就是34节，不知情的恰巧就射入了以色列王好铠甲的缝里，好，所以亚哈呢他变装，好他还穿了这个非常严密的铠甲，好，但是随便一射，那个箭就穿过了这个铠甲的缝，好，然后使他受了重伤哦。然后呢，他甚至叫驾驶兵好赶快掉头把他载离现场啊。好，但是呢，这里说有人扶着王站在战车上啊。好，面对亚兰人，好，那这个情境呢，好是很特别的，好，就是不晓得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。但是他受了重伤，他不能倒下去，好，他要继续站着，而且呢，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前面的亚兰人，好，因为他可能还变装，好，人家也认不出来这是一个以色列的王。但是呢，当他退出去的时候呢，到了傍晚，这个亚哈呢，好，他就下课了，就死了。但是这里有提到，好，列王记有提到，同样记载在历代志下18章，我们可以去对照。好，但是有4个地方，好，列王记有多记载的，好，这里是其中一处，就是亚哈的血从伤口流到车底，然后呢，这也要印证后来先知的话。我们继续来看最后的36节，入马勒的时，有声传遍军营，讲，大家人倒去家己的本城，倒去家己的本地，王死，人将伊带倒去撒玛利亚。因将王安葬伫遐，有人伫撒玛利亚的水池边洗伊的车，长期嘛伫遐洗身躯，到来治伊的肺，拄照上主所讲的话，阿合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做，以及伊去做唱歌宫甲城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阿合登去伊的列祖遐，伊的囝阿合写煞接伊做王。那亚哈好流的血好在列王记载好这些血呢好，因为在第21章第19节好，就是因为拿伯葡萄园的事件，所以以利亚好来宣告亚哈好，他要像前面的耶罗波安，要像前面的巴沙王一样，好，死在城中被狗吃，死在田野被空中的鸟吃。好，甚至呢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
狗也在何处舔亚哈的血？好，那在哪里呢？就在撒玛利亚水池旁边。好，他的战车呢，好被带来这边洗。好，那他的血呢，都留在车底下。那虽然亚哈后来被安葬，好，他被葬在撒玛利亚城。但是呢，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呢，好，也确实的来应验来成就。今天的金句在19节，米该亚继续讲，所以就听上主的话，我看见上主坐伫宝座，天顶的万军徛伫伊的正边倒边。好，那真正的先知好是能够看见好上帝的宝座，而我们知道真理呢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好，票多的赢，票少的输。好，但是在真理呢，好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，好，否则400个先知好就大胜一个先知米该亚。但是呢，真理是谎言最终将屈服真理好，真理必定要彰显好永恒。当有400位银河正要的先知跟一位坚持真理的先知，他们之间展开今天的辩论，从地上到天上，天上到地下。而我会选择听哪一边呢？好，求主让我们有真理的智慧，能够分辨好真假，也求上帝赐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。那这护心镜呢，不会让仇敌的箭好射穿我们的铠甲，而是保护我们的心，能够分辨真伪，并且不掉入陷阱。一起来祷告，亲爱的神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从22章的记载当中，看见亚哈从软弱变成刚强，却不有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，却让自己的骄傲把自己带进网罗当中。又因着有400位说谗言好听话的先知使亚哈好蒙受欺骗，也这样丧失自己的生命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约沙法，能够凡事先求问上帝，寻求上帝的话，也能够在遇到危急的时候呼求神。你也会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也不要进入试探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公义、怜悯、和平的器皿，能够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事。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、祷告、祈求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